上半部我講咗 AI 發展嘅一啲物理上面嘅樽頸，包括電力同埋晶片嘅上限。呢一部分，我想帶你睇一個完全唔同，但係同樣致命嘅樽頸，就係錢啦。而家科技巨頭用緊前所未有嘅速度燒錢，賭 AI 會成為下一次科技革命。但係 AI 唔似互聯網可以免費複製內容，佢係每一秒都係燒緊算力、燒緊電、燒緊成本㗎。如果收入追唔上支出，呢一場豪賭最後會變成咩呢？上集講完物理限制，今集我哋就講最現實嘅問題，就係錢啦。而家科技巨頭每年掟幾千億美金去買晶片、起數據中心同埋 AI 基建，呢一場豪賭有一個核心嘅問題，到底幾時賺得返呢？有風險投資分析估計，按而家嘅基建燒錢速度，AI 嘅行業一年可能要賺接近6000億美金先至叫合理㗎。但係個現實情況係，而家除咗 Nvidia 可以賣產品賺錢，幾乎冇軟件公司係真正賺到大錢㗎。有市場研究估計，2024至2025年生成式 AI 嘅軟件或者服務收入大概係10幾至到幾十億美金，距離每年6000億呢一個目標仲有一個幾大距離㗎。但係佢後面成本上面嘅電費、折舊、利息係要真金白銀咁繼續俾落去嘅。嗱，雖然係咁，Microsoft 啊、Google 啊、Meta 呢啲 AI 產品好多都仍然係免費或者超平咁送俾你用，因為佢哋驚你唔用啊嘛。歷史上面嗰啲鐵路泡沫啊、電信泡沫、科網泡沫，全部都係因為先燒錢起基建，點知後邊嘅收入跟唔上而爆煲㗎。AI 而家係行緊同一條路，只不過嗰個金額就大好多倍啦。你可能會問 ChatGPT 唔係好多人用嘅咩？佢都係收錢嘅喎。嗱，冇錯，的確係多㗎，但係成本係極高嘅。有業界估計，運行一個大型對話式 AI 嘅推論成本，可能係傳統雲端軟件嘅10倍以上，甚至可以去到幾十倍㗎。而家好多企業對於 AI 仲係一個試驗嘅階段，除咗寫曲或者做客戶服務之外，好多老闆都發現 AI 經常都有幻覺亂噏嘢啦。喺醫療、法律呢啲咁嘅容錯率比較低嘅領域裏邊根本就唔敢大規模咁使用。如果喺呢場 AI 馬拉松入面，慢慢賺錢嘅速度追唔上燒錢嗰個速度，當成個風向一轉，資金鏈一斷，問題就可能會出現啦。不過聽到呢度，我相信好多熟悉科技史嘅觀眾都會即刻反駁：喂，有邊個科技巨頭一開始唔係燒錢㗎？嗱，冇錯，呢個就係華爾街至今仍然肯俾錢 AI 燒錢嘅原因，因為歷史上所有嘅壟斷者都係從燒錢地獄嗰度爬出嚟㗎。睇翻呢個燒錢排行榜簡直係一部求生血淚史嚟㗎。嗱，就好似 Amazon，佢都可以話忍辱負重咗足足20年啦。由1997年去到2014年，連續20年幾乎都冇用過派息去回饋過股東，每一分錢都攞翻去起倉庫啊、搞物流咁。當年嘅股價一度跌到個位數㗎，連巴菲特都睇漏咗眼。但係結果佢捱死晒所有對手，而家靠電商同埋 AWS 嘅雲端，一年順利數十億去到過百億㗎。咁啊，講下 Tesla 啊，喺 Model 3量產地獄嗰陣 ，Elon Musk 親口承認公司離破產其實只係幾日嘅啫。當時全世界都係喺度沽空佢，但佢係捱過咗啦。最終而家佢係全球車企市值第一啦。又講下你哋而家睇緊嘅 YouTube 啦。當年 Google 用16億美金買佢，全世界都笑 Google 癲咗，買咗一個每月燒幾百萬寬頻費嘅無底深潭。咁而家係點呢？ YouTube 而家一年嘅廣告收入係超過300億美金，係全球最強嘅印銀紙機嚟㗎。講到燒錢就一定要提 Facebook 啦，因為當時一開始佢只係有流量，冇辦法將個流量兌現成盈利㗎。直到當佢成功將全球幾十億人嘅社交網絡變成一個壟斷性平台之後，就開始透過賣廣告賺錢。而家每年嘅營收係幾百億㗎，其中絕大部分都係來自廣告。當日俾人笑嘅一個社交平台泡沫，而家變成咗全球最強大嘅印鈔機㗎。另外仲有 Uber 同埋 Netflix， 一個就瘋狂補貼司機，一個就瘋狂燒錢買版權。佢哋嘅邏輯好簡單，燒錢換市佔率，燒到啲的士行業萎縮，燒到電視台冇人睇，等到壟斷市場之後就可以加價收割啦。呢啲就係科技公司最信奉嘅教條，贏家通吃 ，Winner takes all。而家 AI 巨頭賭緊嘅就係同一個邏輯，佢哋覺得只要你技術夠強，燒錢換取市佔率同用戶習慣，等到壟斷之後，利潤就自然滾滾而嚟啦。佢哋相信 AI 會好似互聯網咁，成為水電煤一樣嘅必需品。而家燒6000億，未來可能會賺翻6萬億㗎。不過今次 AI 有一個好致命唔同嘅地方，令到呢一個燒錢劇本就未必行得通。以往 WhatsApp 或者 Facebook 加多一個賬戶，成本幾乎係零㗎。但係而家 AI 唔同，根據資料， AI 每服務一個用戶，每回答一個問題，背後都要燒電同燒算力。運行一個 AI agent 嘅成本係傳統軟件嘅10到100倍。如果成本降唔低落嚟嘅話，即使壟斷咗市場，
原本期待嘅暴利咧，可能根本就唔存在嘅。呢啲先係投資者最驚嘅地方。好啦，講完錢，又講最後一個，亦都係最難預測嘅樽頸，就係監管啦。以往 AI 咧可以話係活喺一個咧冇網管嘅打獵時代，啲數據咧好似喺森林裏邊嘅動物咁，任由 AI 獵人打獵噶。但係而家咧，各地政府同埋社會咧都醞釀緊一啲反擊。咁呢個 party 到底係咪咁樣玩完咗呢？嗱，其實呢場危機咧係雙重夾擊噶。第一層咧係社會信任嘅問題。嗱，例如嗰啲 deepfake 嘅詐騙啦、假新聞啊、AI 考試作弊咧，已經搞到公眾咧對 AI 嘅信任咧急速插水噶啦。大家喺呢一年都會睇到喺好多重大事件上面，無論係戰亂或者災難，都有好多假嘅文章或者影片咧係俾人瘋傳噶。另外，而家嗰啲網上騙案都係會令社會咧造成好大嘅壓力嘅。另一方面，歐盟已經推出咗 AI 法案，高風險嘅 AI 咧要強制審計，罰款最高可以達到3500萬歐元或者全球營收嘅7%噶。另外，美國嗰邊仲有幾十單集體嘅訴訟，直指 OpenAI、Microsoft、Meta、Midjourney 呢啲巨頭咧喺度偷嘢噶。即係話佢冇問過人哋，就用人哋嘅畫啊、書啊、歌咧去訓練模型。假如法院判決模型係用非法數據訓練嘅話，咁呢單嘢就大鑊啦。企業可能係要俾天文數字嘅賠償金，強制唔准再用某啲資料來源，甚至乎最恐怖嘅就係要逼個模型重新訓練噶。呢一種監管嘅重錘，如果一錘打落嚟嘅話，後果就係第一， AI 可以免費用嚟訓練嘅數據咧可能會大幅減少啦，直接限制模型嘅智慧增長。第二，一係就係買呢啲數據嘅成本會飆升到你唔信啦，令到本身已經喺度燒錢嘅中小型 AI 初創公司會即刻 game over 執笠收場噶。成個 AI 市場咧可能就會由狂熱嘅 AI 打獵時代，直接進入一個步步驚心嘅嚴格監管時代。講咗咁多，係咪代表 AI 會玩完呢？嗱，絕對唔係啦。歷史話俾我哋知，泡沫爆破往往係技術要成熟嘅必經階段。2000年互聯網泡沫爆破，無數 .com 嗰啲公司死咗，但係互聯網冇消失到，反而之後誕生咗 Google 啊、Amazon 呢啲真正嘅巨頭。好啦，兩部分嘅影片講到呢度，唔知你哋對 AI 嘅樽頸有啲咩睇法呢？留言話俾我知啊！而我今日分享嘅所有內容都係基於數據同埋知識分析嘅另一面討論，我就冇水晶球。以上講嘅嘢幾時會出現，會唔會出現，真係冇人知。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將我講嘅說話咧當成投資建議啦。如果你跟住我今次講嘅呢個悲觀嘅劇本去投資嘅話咧，我咁講你輸錢嘅機會都幾大噶。我純粹想同大家分享，任何有生命力嘅嘢，無論係人生定係科技，佢嘅成長路線往往都唔係一條直線。將來出現一個調整或者所謂嘅泡沫爆破，都唔係稀奇嘅事。記住，就算係泡沫爆破，都可能係汰弱留強嘅基本過程，亦可能係真正變革嘅開始。唔知你哋覺得 AI 最終會迎嚟一次短暫嘅寒冬啦，定係會直接突破我今次所講嘅5大樽頸呢？留言話俾我知你哋嘅睇法啦。記住，如果你哋中意呢個系列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留言啊。今集去到呢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